会。那感谢大家今天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呢，就依然来参加，就是拨空参加的音乐会。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午后。那今天我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古典小品，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会带来一些我的自己的创作，然后把它做一个不一样的诠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刚带来的那一首歌呢是布拉姆斯非常经典的匈牙利舞曲，送给大家。那下一首呢，我们来一点比较温馨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先缓和一下气氛，然后大家可以喝个茶，然后平缓一下就是很炎热的心情这样子。好，这样下一首呢要带来的歌曲是巴哈的《居犬之歌》。